欢迎大家。今仔是我的文章分享会，做欢喜来分享，就是我所写的台语文。即张伫倒翕的？有写，这是文套就是遮，因的物件真好食，嘿内底阁有足侪物件会当买，足水的吼。所以大家当多多支持伊的物件。这是我的资料。我伫我皮克邦有咧发表我的台语文章，嘛是音乐的迄个创作者。我今仔有走我的 CD，再有想要支持的，会当甲我管一下吼。好。然后我对2016年的时阵，甲金华老师学迄个台语罗马语。2017年的5月，就是去年的5月，我去参加全国的奥林匹克白话字的文书竞赛，我得到第2名，等下迄内底文章拢有讲到我的台语比赛。然后呢，我伫咧去年的6月份，伫遮办一场音乐分享会。然后8月的时阵，我就是偷偷地看迄个网报的文章，我就去投稿，然后慢慢伊就甲我刊出来啊。即摆已经第5篇啊，有一篇我去年5月写的这篇小选的，伫咧顶5月时阵甲我刊出来啊吼，伊就足欢喜的。搁9月份呢，我伫遮办一场台语的小教室，对。然后我去年12月份，我有参加客秀的文学奖，毋过无得奖啦，毋过嘛是一个勇气，一个经验，搁月底的时阵，年底的时阵歹势，年底的时阵呢，我指导几个学生2年的即个学生，一个查囡仔，有相片通我看吼，伊得到迄年级2年的第1名。3年的呢，我指导一个查甫囡仔吼，在咧学练，古锥吼，伊得到第3名。今年是迄个2018年的迄个奥林匹克白话字比赛，我得到第4名。然后我迄个第5届字典比赛得到第3名吼，足欢喜。开始来看即2张相片，要开始进前先放上即个消息吼，这是2年的学生。古锥伊迄个皮肤较乌吼，然后即个正面的即个是查甫囡仔，伊得到第3名。伊做扭拉的哦，真贤讲话，做迄开头足好。对。好，咱开始我的台语。这像原版，啥物？这像伊哦。古锥啊吼，即篇呢。其实做历史性的，因为这篇是我为着要交迄个作品写我第1篇的台语文章，就是讲我写我阿公甲阿嬷，因为其实台语呢，想着台语我想着细汉的时阵，我阿公阿嬷拢会甲我讲，一定第一台声会想着因，所以我就想讲要用甲因写落来，做一个纪念，讲算讲我甲阿公阿嬷的连结是。台语，对，甲伊迄个写落来吼。我即摆念互大家听，等下要来讲故事哦。自细汉，我的阿公阿嬷就足疼我的。阮阿公拢会带我去柑仔店买物件，佚佗物仔也是恁要甲食的。我迄时阵才10岁尔。想着这，我的心情真正足无好的，因为我的阿公伫我读国一的时，也就是我13岁的时，伊就过身去啊。就是去做仙仔，会记伫迄个时阵，我的心真正足痛苦的。搁会记伫我细汉的时，我的阿嬷拢会甲水的物件留互我，毋管是歹的歹也是好耍的佚佗物，拢留互我甲阮小妹，真正足甘心的。我希望用台语文来写我对阮阿公甲阿嬷因的好，我拢记牢咧。这是上难忘的记忆，也变成我永远的记忆。看头前一页这篇就是写讲我细汉的时阵，因为阮迄个阿公阿嬷是住伫咧屏东，伊是屏东人，所以阮阿爸其实伊是屏东人，伫内埔遐，就是迄个时阵，
做细汉嘛，差不多10岁，我是着10岁的时阵，伫跩遮10岁的时阵，就是我每一摆转去，我会想我细汉的迄记忆力搁足深的。迄时阵阿公诶吼，伊倒来，我就是讲伊伫咧厝啊，等阮倒来的时阵，伊看着阮足欢喜的，所以伊会带我到阮小妹做去柑仔店，讲。伊会叫画画啊，画画年恁教伊写，年就像我妹妹吼，就讲，恁教伊写食啥阿公甲你买啊，阮就足欢喜的，想讲就莫甲阿公开遮济钱，我就选一个啥物巧克力，也是迄细项的，迄种细项的糖啊，一个10箍，还是20箍的，就买吼，也是啉的，无一定，内边拢无一定，买就早转去厝食，嘛是。讲到阮小妹真正是得到这阿公的疼痛，真正是足大的吼。对，这是我细汉的时阵的记忆。然后我要讲我阿公伊是安怎过身的？我阿公是伫我13岁时阵，伊就离开啊。为虾米呢？因为伊其实少年的时阵，伊是做事的，伊是做事的，所以伊有当时食饭无正常。做无正常的吼，有当时会早透早就爱做事嘛，做到中昼可能还袂做工课，袂做了，你嘛继续做。有当时爱胃顿啊，是毋是会艰苦？着食迄种黑色的迄种种药啊，我袂记得是啥物丸，迄黑黑的一粒一粒迄种的，迄种药丸，就是长期安尼食，伊嘛无感觉安怎，因为可能是少年的关系，所以等伊。就是较有年岁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奇怪，遐会无啥爽快。叫伊去检查，惨啊，胃出血，大出血。医生甲伊讲，搁想煞甲伊迄癌的迄个检查，发现讲伊已经要到尾期啊，第3期啊。医生讲可能无法度讲会当延寿偌济年安尼，嘿。对，阿公其实伊毋知影伊记着啥物病，因为阮。大姑姑吼，伊安怎讲呢？就是伊无想要互阿公烦恼，所以伊无甲讲伊是啥物病。阿公嘛无想遐济，因为伊是毋是第3期啊，算即要尾期，就甲迄规个胃摕掉，就是伊的迄个食道啊，直接接咧肠啊，所以伊当会晓食流质的物件，像糜。也是茶，就是迄种流质的物件，伊无法度食其他的迄种甜的，也是讲迄个冷的，那个饭啊，也是迄个面啊，伊拢无法度食。伊迄个拢搁想讲，搁甲阮讲哦，讲等阿公病好，请恁食饭安尼，讲伊病好结果伊个永远拢等无即道，伊就是嘿。伊嘛尾期啊嘛，就安尼走。迄个时阵，因为我13岁的时阵，伊过身。迄个时阵我体验人生第1遍，对，就是家己的亲人就安尼过身是第1遍感受，所以我感受真正足深啊。我迄时阵是安尼油头甲面啊，安尼足艰苦的，所以我就是想要用这个家己文，甲我对我阿公阿嬷的感情甲记录落来。我阿嬷，伊是伫2016年的时阵过身的。伊嘛是破病，伊毋是着甲问伊破病安尼，长期安尼倒伫眠床，嘛无啥物意识。嘿啊，看的真正是足艰苦的。好，安尼看。是啊，我会讲，我的阿嬷拢会甲水的物件留互我，就是讲。有时会查囡仔会介意迄种细项的物件，牌啊，也是讲迄种细项的物件，佚佗物啊，留互我甲阮小妹。嘿啊，就感觉足甘心的，讲阿嬷嘛是足疼的。毋过其实比起是阿公较疼，尤其是我，因为我是即个家族的大汉孙。虽然讲毋是查甫仔，毋过伊对我甲对别个孙是无共款。我这想要甲你分享安尼。第2篇，这篇嘛做有列所写的吼。这篇是我刊伫网报的第1篇的文章，叫我耍的佚佗物。这就是写我甲我阿爸阿母细汉的时迄种甜蜜的记忆吼。好，安尼我念互恁听。
会记得伫我细汉的时，我的阿爸甲阿母拢会买足侪好耍的佚佗物仔互我耍，有红仔、甘露，也是好看的册，阁有足侪幼凉物。常常听阮阿母咧讲，我细汉的时足乖，伊若底无用，就摕遐佚佗物仔互我耍，我拢耍甲真欢喜，浸伫我的佚佗物仔的世界内底。即摆我已经大汉啦，我若看到遐陪伴我大汉的佚佗物仔，阁拢会想起我的阿爸甲阿母，我会继续保存遐物件，希望遮个佚佗物仔拢会当阁继续陪伴我，因为迄是上美丽的记忆，亲像是保存阿爸甲阿母对我永远的爱，这嘛是上宝贝的回忆啦。好，安尼看头前，就是我耍的佚佗物，就是我有讲着嘛，我会耍红仔，吼，阁有甘露，啊，阁有好看的册，拢是阿爸阿母细汉的时买互我的。我迄落拢定定伫遐咧耍咧看。啊，我有讲着嘛，我有讲着，阮阿母伊就讲细汉的时，伊咧无用嘛，说伊咧无用伊的代志，也是灶骹的代志，也是煮饭煮食，不管是啥物代志，啊，伊就摕遐物件，佚佗物仔，伊要互我耍的佚佗物仔，伊就摕互我，我就点点伫遐咧耍，伊就讲我足乖，拢袂甲伊吵，拢袂甲伊吵哦。伊就讲哦，妹妹足乖，啊，家辉足乖。拢袂甲我吵真好，互伊一个物件，伊就袂伫遐吵，做好骗的吼。我细汉真正做好骗的。好，伊讲，我就讲，吼，我即摆个大汉，我就看到遐陪伴我大汉的佚佗物仔，就是遐佚佗物仔是我细汉的时的记忆。我若看到遐物件，我就想着讲，我细汉阿爸阿母伊甲我请养的迄种过程啊，甲对我迄爱啊，我会感受足深的，所以遐物件，我拢家己放伫箱仔内底，一箱搁一箱。我阿爸讲，这有讲电路的啦，啥物想要摕去弹？我讲无咧，迄我的宝贝咧，咱要靠摕去弹，我讲无来咧。我笑伊讲哦，伊定着一大堆吼。阿母是做好买，讲迄毋通弹，迄家辉的迄个心肝宝贝物件，你要共学白弹，对无？呀，等咧人的回忆对无？迄毋通哦，毋通安尼做哦。啊？迄甘露无遐尼好耍的，我拢剁着骹呢。你剁着骹吼，安尼你袂晓耍啊？迄有技术的吼，对吧？吼，啊，搁有啥我看觅？吼，所以我讲这是上美丽的记忆，就像是保存阿爸甲阿母对我永远的爱，这嘛是上宝贝的回忆啦。我来讲安尼，下一篇，我一篇。吼，这篇是我甲写甲我甲阮小妹吼，我念来大家听。我的小妹是一个优秀的人，我甲伊做伙大汉的，感情足好的。伫细汉时，我拢会含伊耍佚佗物仔，也是红仔，我甲伊拢耍甲足欢喜的。我记得伫我读册时，伫我读高中的时阵，大约8、9年前，我的身体会无好，伊拢伫咧我的身躯边陪伴我，点点听我的心情。毋管我安怎讲互伊听，伊拢全部接受。虽然我的状况有时好，有时歹，伊拢对我足赞的。我即摆想起来，若毋是阮小妹，我早就翘甲去啊！心内实在足感谢伊的。伊有讲着，阮阿爸甲阿母嘛足照顾的，阮一家伙仔感情拢真好，我足幸运生伫即个家庭，我真心感谢伊。安尼我要讲，我即个细故事吼，就是细汉啊，就是阮厝囡仔，就是我甲阮小妹尔，无别人啊，就是我甲阮小妹。啊，其实我甲伊讲着讲我阿公。因为阮阿爸是大汉后生，所以其实阿公呢，伊嘛希望讲，伊的大汉后生当生一个查某囝。啊，毋过因为阮阿爸的迄个算讲伊的思考做先进的，伊讲，你若是囡仔生落来，你不管查某的，你若生落来无健康，就算讲好我生一个查某囝，啊，毋过生来无健康，安尼嘛是无效啊。伊讲囡仔健康是上重要。比如讲，做我出世的时，阮阿爸去迄个病院看我，甲阮阿母，伊第一句问我迄个护士的是讲，囡仔有健康无？伊毋是问讲是查某还是查某，所以伊不管是查某囝还是查某囝，伊无查某囝伊就查某囝尔，所以
伊袂讲，因为你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，就是无听你安尼，嘿，我补充的。啊，我甲我小妹感情真足好诶，细汉拢算做伙嘛。啊，有阵时会冤家哦，我过喊要甲伊拍。我细汉嘛是小可仔歹歹安尼啊，嘿啊，小妹哦，伊就是安尼，叫一个面手互我看安尼，啊，算算，毋捌阁喊伊冤啊。有阵时真要拍起来呢，哦。啊，阮阿母就讲，你看你让你小妹莫安尼害安尼冤家安尼。啊，我有讲着我读高中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阵我的身体无啥好，就是有一寡状况啦，嘿，啊，所以阮小妹嘛是足感，对我来讲，我感觉足甘心的，伊拢就定定听我的心情，我就讲吐苦水就对，一直讲，啊，伊就定听安尼，啊，就接受我的负面情绪吼，啊，所以我嘛足感谢伊的啊，所以嘛是足感谢。好，所以我讲实在足感谢小妹，啊嘛是爱感谢阿爸阿母，因为是小妹发现讲我敢小可怪怪安尼吼，身体啥怪怪安尼啊，因为阿爸阿母足无用的啊，伊无注意到这啊，啊过后阮小妹就甲伊讲，啊伊就带我去看医生治疗。所以我感觉足感谢即个家庭，阮阿爸阿母啊，佮阮小妹啊我会写台语文的第一，我感谢金伟老师。第二，我感谢我的阿爸阿母，若毋是因的栽培，我嘛袂有即摆写台语文的即个动机吼。老师，咱会小概着你哦，你若是坐迄落地头前。老师啊。好，然后这篇。我学台语的心情，我会讲一个老师吼。伫我细汉的时，我的阿爸甲阿母就拢会教我讲台语，所以我的台语算讲了袂歹。我感觉我的台语就是伫细汉的时培养起来，这拢是爱感谢阿爸甲阿母。若无我可能像同辈教我同辈的人共款袂晓讲啊。自我接触台语文学了满年了后。熟悉一个足赞的台语老师，陈金花老师。伊带我认捌足侪台语物件，老师教我会晓看罗马拼音念台语文章。我感觉读台语足深刻的，真正读甲足有趣味的。有当时啊，我看到好笑字也是文章，我就会常常笑出来，真正足好耍的。所以我会继续读台语，希望我会当考过台语认证中高级。通来做台语老师吼，即摆就是啊吼，即摆就是我有迄个实现我的理想，为着即个理想，我一定会继续拍拼，甲我的台语知识搁读较饱咧。我一定要搁认真落去，吼，我即摆就是做台语老师吼，就是因为我老师真正是大贡献啊，啊我家己嘛有认真啊，嘿，对，我家己嘛有认真，老师嘛是。甲我带了真好啦，吼。好，然后我会写这篇，就是迄个时阵我有一个梦想，我要做台语老师，所以我就一直拍拼去读册。虽然无去考研究所吼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我安尼读落来，啊，有老师的支持，有爸母的支持，我感觉真正是足甘心的，足欢喜的。我爱迄个感恩，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读这个台语，嘛是安尼通探这个台语。因为足侪少年辈，因拢讲华语，因拢毋愿意讲台语。啊，即摆慢慢呢，我就是甲因讲台语，我就是不管啦，我就甲讲。啊，豆豆仔话人，慢慢嘛会甲我讲台语。我会感觉讲，袂歹哦，安尼即个台语一定会搁传落去的吼。好，即篇等下讲着金花老师。台语比赛即篇，去年6月份吼，我得第6名即篇。啊，今年得名我嘛有写出来，我拍好啊，未交过的。好，会记伫中个月的27天，我去上台参加奥林匹克白话字对的比赛，这是全国第1届的白话字比赛。这个活动是我的台语老师鼓励我去参加的，我抱着小可仔紧张的心情，就坐火车家己去啊。我提早要半点钟到现场。坐伫外口的椅仔遐，等时间到要入去比赛。
即个时阵嘛是过小可行行，时间要到的时，就有工作人员讲会当入来上找了去，上放轻松，我就紧入去准备。搁向边仔阿姊熟悉，含伊讲话，顺续调整我的心情，互较平静下。过无偌久，讲要开始比啊。我还是有一点仔紧张。第一关考试要公布前10名的时，心内想讲应该会对啦。结果我真正有排入去呢，我排伫第4个。安尼就是搁要车边的第2关啊哦，实在足刺激啦。准教授是张主考官。看到伊，我足紧张的。我会记哩，第一条题目就讲到7个人，剩3个人在比尔。在场的评审讲安尼，相比前3名，比一个还就出来。啊我咧，剩7个人落去比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比到我遮的时阵，摕到第6名。迄个时阵，其实我有一点仔毋敢相信，甲上帝做梦呢。我的台语老师嘛伫现场，就金花老师吼。伊讲我足够的，搁教我了，我心内真正有够欢喜呢。我加在我有听金花老师的话，来参加这台语文化艺术性的比赛，望我会当为台语继续打拼落去啦。然后这是迄个台罗版的吼，你会当看一下。啊，先我哪讲你哪看，就是我会记是旧年的时阵，旧年5月27号，我去上台，家己坐火车。我其实旧年是第一遍，所以我其实无去过。我是考试是另外一个校区嘛，啊，比赛是另外一个校区，啊，我无去过。啊，毋过呢，我看地图看，我大约知影安怎行，我就家己看地图，家己行，啊，就到。啊，毋过迄个辰光有拄着用王老师啊，我会去叫王老师，啊，所以我就问讲，伫倒啊，我就找着啊。嘿嘿嘿，我入去。啊，其实迄个时阵，我想讲我到底要来参加无？因为我想讲阿爸阿母敢会买互我去。啊，老师甲我鼓励吼，啊，所以我就问阿爸阿母，我先问阿母啦，我甲伊讲甲会当。啊，伊讲无差，考试考了，伊就去，伊就家己去家己转来尔，啊，无啥对无？啊，伊就甲我阿爸讲，啊，无讲哦，好啊好啊，就讲好啊，就互我去啊。嘿啊嘿啊，伊就安尼，就互我去啊。啊，我就家己嘛是做独立的，我就家己去家己转来。伊负责甲我载伊迄个火车站遐坐车咧，安尼尔。好，啊，我就讲着我提早要半点钟，因为我想讲，袂当迟到嘛，因为我感觉你不管是任何的活动，你共迟到，其实有时啊，嘿啊，较无妥当啊，其实较无妥当啊，所以我感觉不管参加啥物活动，还是讲我要来演讲咧，要来创啥货，准时时间是一定爱准时。对，这是我的我家己的原则是安尼，所以我就提早半点钟到遐，啊，就伫遐等啊。啊，就有工作人员就是遐老师讲，咱入来迄落啊，咱入去找张票，我就先入去，就入去。啊，毋过嘛是小可紧张啦吼。我就讲，第一关考试要公布前3名时，我讲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啊，我是排伫第4个，所以我就要车票第2关。然后准教授是主考官。伊就是，上台一个教授，做名教授吼。啊，看到伊，我真正我第一遍啦。啊，看到伊啊，我紧张到要喊伊，我想讲啊惨啊，我会迄个，我会搭惨无安尼。吼，我就讲，我会记第一条题目就讲到7个人，哦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互人讲到的一个人吼。啊，伊个剩3个人在比吼，啊就比，啊一个就出来。啊，我咧，剩7个人，因为伊是选7个人前7名嘛，前7名。啊，所以呢，就迄个7个人落去比，啊比了我是第6，伊选7名，我是第6吼，袂算较袂啊，啊毋过嘛是有对啦，嘛是足欢喜讲，袂歹哦，安尼我来参加，啊有遮佫有了，叫行老师、行主教授翕相，啊我佫有啥，佫有礼券通给，啊足欢喜，啊拄好我嘛是基督教徒，啊所以感谢主啦，啊就是我嘛有摕到这个迄个奖券。啊，我就买一寡物件，啊会当送互家己的教会朋友安尼，我嘛足欢喜。啊，有讲我台语老师嘛伫现场吼，金花有听金花老师的话，所以有听老师的话哦，对，有听伊的话，啊，所以我就去参加，佫袂歹，佫有得奖吼，啊，所以我讲我会为台语继续打拼吼。好，这是主教授，正评这主教授做过啊，迄个玉工，迄个就是。
入面哦，迄个旁边啊阿姊熟识还没讲话，就是迄个阿姊啦吼。啊，这是金花老师，哦，甲老师拍无了一个。哦，这个就是老师吼。哦，这是今年的，这是今年的吼，甲老师的翕相。哦，我今年是2个奖哦，今年我迄个白话字是得第4吼，啊，字典是得第3，对。啊，这是甲迄个钟教授的翕相。哦，啊，这篇。球巴肚安尼，啊，立正站好。哦，这篇是我每一篇拢会讲我家己的故，迄个我写的故事甲故事。哦，这篇是我可能的国中同学，会记得伫拜一的时阵，我梦到国中已经过身的同学，讲到伊实在足可怜的，因为伊的阿母甘当伊即个后生命，毋过因为伊互爱海水淹死。这是为虾米呢？因为甲同学去送水，山互海用降去，就安尼伊的性命就无去啊。伊是一个功课真好的人，大学读台大，真正足牛的。毋过伊的无说离怎啊性命无去，实在足艰苦的。而且伊的阿母干当伊即个囝尔。伫咧2年前，迄个时阵，我知影即个代志，真正毋敢相信。伊的人已经无伫啊，所以毋通伫无救生员的所在送水，安尼实在伤险火啊！逐个侪嘛爱说哩哦，险火就是做危险的意思吼。好，好，啊，这是台路版的，你通看一下。因为有的人迄个转录的可能啊无法度看有，像我拄仔开始哦，安尼我讲一个，我第一篇是毋是我阿公甲阿嬷迄篇？迄篇是我第2篇的文章，我迄篇我迄个时阵写的时阵，我会记差不多着2声，就是全部老师甲我介绍这样见证吼，我着2声尔，其他拢毋着去，其他什物声调、什物字、什物全部拢毋着。我嘛是对迄个基础安尼开始安尼拍落来，安尼写，我感觉哦，迄个过程其实因为是家己的兴趣，家己选的，所以我感觉当然是有当时会感觉足忝的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足忝我足欢喜的。对，好，我可能会讲得出来。我迄天就是我旧年6月1号，迄天清晨嘛，迄个透早时阵，我梦到伊来找我，啊看着我足欢喜，啊我嘛和伊安尼足欢喜咧开讲安尼，啊我就足思念伊的啊，就是伊是我国中，伊是我国中袂歹同学啦，嘿啊，啊伊嘛对我袂歹，一个查甫同学吼，啊讲着伊真足可怜的，因阿母嘛是老师哦，嘛是教阮迄个华语的老师，教华语的老师嘿。啊，毋过伊当即个后生尔，伊阿母当即个后生尔吼，所以因为伊的死去的，所以伊感觉足艰苦的啊。伊讲啊，遐尔巧的囡仔，啊结果安那？遐尔巧的囡仔。啊，结果去耍水啊，含迄个同学去耍水，耍一个怎互海用降去怎救袂倒来啊！我迄个时阵性命已经无去啊，啊足无彩的。啊，伊功课足好的，伊迄个国中就是读资优班的，嘿啊。啊，毋过安尼读去，伊功课真正足好的，啊人嘛袂歹。哦，伊考着伊台大研究所，伊遐读大学啊嘛读研究所，读去，啊结果嘛无法度啊，因为伊家己无说理啊，啊所以迄个时阵我真正我知影这个消息时，我真正毋敢相信，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迄阵嘛安尼流目屎，哦，做毋甘的啊，毋过嘛无法度，因为伊人已经无伫啊吼，啊所以我就讲一句吼，毋通伫无救生员的所在耍水，因为做危险的啊！你若有救生员，至少你安尼你飞你的手，至少伊有甲你看着，伊会当游上水，甲你安尼救动啊，安尼甲你救起。啊，毋过若无，有当时啊就降去啊，性命就无去啊吼，足恐怖！而且较古老的讲法就是有替死鬼，遐会甲你救着，嘿，甲你救着。哦，这音乐会，这嘛是我的旧年的办的嘿音乐会，等下有相片，啊嘛有音乐会互你听，吼，啊其他侪也歹势，迄个因为我是文章
分享会，所以记会较侪。好，我讲要讲音乐会这个文章。今年6月24，迄天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。为虾米安尼讲呢？因为即天是我这世人第一场演奏甲分享会。我单讲去演奏的时间差不多40分钟，剩的时间是讲故事的分享。我演奏华语歌，搁有我家己所创作的歌名，号做《The Song of Veronica》。这条歌是我写予我喜欢的音乐家的歌。搁有第一届的活动，除了现场观众，我的表演嘛是要互即个音乐家听的，因为伊嘛有借解即条歌，伫我的音乐路途中，会当有安尼的机会，真正足欢喜的。后半场是我的音乐故事，我分享音乐机缘的快乐，让我家己嘛感觉拢讲了袂歹的。我一定会继续保持我所喜的音乐兴趣。我就讲这就是我迄个时阵旧年，旧年的时阵我一年啊，旧年的今日23嘛，迄个旧年是24，迄天我就是办这音乐会，就是我钢琴的时间其实无偌久哦。我是大学，我19岁开始学，差不多要20岁，19岁迄，所以我安尼学差不多差不多4档，我就想讲，我的梦想，我想要有一场属于我家己的表演，甲家己的故事的分享吼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有这个机缘，拄好有朋友嘛伫遮办活动，伊甲我讲，遮的头家袂歹，所以佮推荐大家哦，遮的食物哦、饮料哦，还有物件拢真好，有足侪物件，等下大家当甲因看一个，嘿啊，支持一下。我头拄嘛有支持哦，买一个迄个讲迄个键盘的，迄小键盘的迄别针吼，我这感觉足介意，会当甲伊支持一下吼。因拢足用心的，迄物件足精致的吼，足优柔的。好，安尼我讲一个，就是迄个时阵我差不多演奏40分钟，搁讲故事安尼。我有创作一条歌，等下要互大家听，叫《The Song of Veronica》。这条歌，因为迄个音乐家伊叫 Veronica， 我足介意的，我是伊的超级 fans， 所以我拢会对伊跑活动啊。今年应该是讲今年较无，因为我无用我的台词吼，对，所以较无法度。无我拢会甲伊小听，去甲伊听音乐会嘛好，也是看伊的演讲，听伊演讲。我讲除了有一届吼，迄个活动除了现场的观众，就是我有去伊的粉丝见面会。我就是因为迄粉丝见面会最特别的，去关迄个。伊的粉丝会当去场馆演奏了会当，互伊听，搁会当得到伊的奖品。伊的奖品是啥？大家要摇看觅。搁有人要摇看觅，摇伫来1分奖票送你。搁有人要摇看觅，足赞的哦。是，毋是阿斗啊？伊做啥阿斗啊？毋过伊毋是，伊是伫个迄个英国留学过，伊是迄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迄个算。学士安尼啊，有大学毕业嘛？伊是大遐的大学。黄伟哦，专辑乐谱，搁有啥物货？乐谱。来，啥物哦？乐谱。你要来，互你1分。乐谱。来，互你1分。来。乐谱，对，就是乐谱。你敢知迄伊内底一条歌尔？你知影几百？一条歌，伊创作的一条歌，伊家己创作的歌，爱甲伊用谱写的啦。哈？呆票。要第二个1分哦。记得100块到500块来开始猜。肯定有来，你来500答错，你等做一次机会哦。答错。300。唔对。唔对，拢唔对，安尼无。我人要摇无？紧嘞。无。好，安尼我要讲啊，100。一条歌5页尔，5页。细年要共拆厝。对，就是5页尔，180块，一条歌5页尔。伊的迄个算讲伊的心血安尼啊，伊的心血。好。
啊，这就是海报，这是迄个头家吼，头家因遐个团队，基基因的团队是甲我做海报。哦，这是我嘛是去表演啊，去表演啊，人甲我翕相，我感觉这张袂歹吼。啊，所以这我啊无想吼，因为这底头无。加底头无啊？我用底头无，啊，我即摆留长啊，我留长，所以无共款看。无呢？这是迄个差不多3年啊呢，这2、3年前啊，这2、3年前，会上啊，毋是音乐会，音乐会是近。